你啥？即马白米可比黄金啦。你借钱讲合股，较输来出代志，欠利息，是算你的，还算阮的？我袂讲嘛个啊，金条要去甲借去给保护敌度。拿来。白老师，云南掉了一批军饷，你知道吗？我弟的金条被警察发现了，告诉我，金条上面刻什么字？昆明厂，上面还有数字。陈老街台北阳明山警备队。哦，金条拿来了。金条在哪里12月18日是暗部头8点，黄金卧龙。